以我血肉，奉为牺牲。可是这法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来与你告别。你要回万都门了？替你爹去找玄火剑。玄火剑乃是我派复活兽神的成败关键。身为我派弟子，自是责无旁贷。哎，玄火剑在哪儿啊？于都。于都。这名字好熟悉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记不清了？别想了，你爹不会同意的。怕什么呀？我去跟我爹说。你先别走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哎。哪儿都不许去！爹，我根本就没有受伤嘛。还说你没伤？上次从避火天冰湖回来之后，在家休息了整整1年。秦无言不是去玩的，是去找玄火剑。那个秦无言虽然与咱们同盟，但他毕竟是万都门的人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外人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呢？哦，还有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它为什么会挂在我身上啊？我受伤的时候是不是忘了什么？这是降服炼血汤之后，野狗派人送给你的，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是吗？野狗送给我的。提升灵力或者护身法宝之类的，你先借我用几天嘛。哎呀，别闹了啊！这法宝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。你就借我用几天嘛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。不是怕你不还给我，我是怕你催不动法宝，反而伤着自己。你教我，我不就会了吗？教？我这忙得每天都胃疼了，我哪有时间教你啊？哦，你胃疼啊？那行，我这正好有胃泰灵药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这么冰雪聪明，保证一教就会。乖啊，再聪明也不行，好不好？回去吧啊，别闹。小气鬼，你不借就算了，我这就去找陆姐姐，让她教我，顺便把你以前丢脸的事情全都告诉她。你站住！哎呀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拿着。还记得我教你催动灵力法宝的口诀吗？记得。谢啦，等我法术提高了，我保护你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告诉陆姐姐就是了。站住！玄火剑一定是你们偷的，交出来！莫名其妙，别想走！师妹，别闹了。陆师妹，我这师妹不太懂事，让你见笑了，对不起。师兄，你为什么要向她道歉？少说2句。我道歉就不必了，没事的话，别再纠缠了。陆师妹，请留步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说。
其实并非我师妹诬陷，只是之前在胡岐山，张小凡帮助鬼王宗和一6尾狐妖抢夺玄火剑。玄火剑事关重大，万万不能落入魔教之手。即便你我之间有不睦，我想，我们也应该以正道大局为重。所以，请陆师妹劝劝张小凡，把玄火剑交出来。你有什么证据说东西就是我师弟拿的？你们自诩名门弟子，却仰仗法宝欺凌弱小，再者信口雌黄诬陷同道，你们焚香谷就是这样教育弟子的吗？陆雪琪，你们青云门还是先把勾结魔教的事洗清了再说。我师兄礼让你3分，别不识抬举。师妹，好，既然陆师妹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勉强了。玄火剑之事，我自会查清楚。我只是希望，我们两派之间，不要因鬼王宗而产生下隙。告辞。走，走啊！焚香谷认定你们藏了玄火剑，藏没藏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要是拿了玄火剑，我还待这儿干嘛？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我拿玄火剑干嘛呀？你之前帮鬼王宗抢过玄火剑，如今丢失了，难脱嫌疑。李玄以此事质问我无法反驳。师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鬼王宗为什么要抢玄火剑？那6尾狐妖到底是什么？师姐，6尾虽然是个狐妖，可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，他还曾经救过我的性命。当日他被李寻追杀，我便施以援手。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抢玄火剑，我也不知道玄火剑是什么。那天之后，我便被囚禁了。是朱雀圣使幽姬把我给放出来的。那魔教圣使为什么要放你出来？雪琪，你问这个问的有点过分了。难道你想让小凡一直被关着？师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师姐，我知道，是碧瑶向幽姬求情，所以我才得以脱身。我知道，你跟碧瑶几番生死共历，牵绊甚多。然而正魔殊途，你跟他之间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没有怎么想，也不能怎么想。我相信小凡分得清私情和大义。似乎有人催动玄火剑，分头去找，快！拿着。还记得我教你那个催动灵力法宝的口诀吧？记得。谢了，等我法术提高了，我保护你啊！走了。什么鬼法宝？这么难去的？什么见鬼的法宝？小妹妹，你再不放手的话，你的手可就不保了。你是谁啊？快放开我！叔叔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大叔叔，你快救我！大叔叔！疼，轻点，疼。那白衣女贼会不会是鬼王宗
或者是其他魔教之人？不是碧瑶，也不是之前交过手的。我不管他是交过手还是交过脚的，谁抢走了我孙女，我就跟谁拼命。周爷爷，周爷爷，周爷爷，你先别急。这个白衣女贼不知何来路，但是她把小环带走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小环应该暂时没事。暂时没事，那之后呢？以后怎么办？小环从小长这么大，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她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，要任何人给看我。哎，周爷爷，你不要着急啊，你先坐啊。我得去，你听我说，小环啊，肯定会安全的。她那么聪明，又开了天眼，她连野狗都对付了，一个女贼还对付不了吗？再说了，她身上有我的法宝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是啊，我们这就去救小环，一定能把她带回来。曾叔叔。我早就知道是你把玄火剑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放开他！先放手，有话好好说。要不是你私藏玄火剑，小环怎么会被人劫走？更糟糕的是，我现在不知道玄火剑去了哪里。人比法宝重要，我们自然会去找回来。哼，东西肯定是你们拿的，都在演戏给我看是吧？怎么找啊？李寻，不要血口喷人，叔叔现在比你更着急。总之，我们一定说到做到，我们会把小环找回来的，到时候一并把你的玄火剑带回来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！到时候找不回来，我唯你们是问。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再啰里吧嗦的了。事已至此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女贼的去向。玄火剑是你们焚香谷的法宝，难道没有追踪的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我们焚香谷火系法术可以借日出天地之气交汇之时查找线索，等天一亮我就施法，一定要追查到玄火剑的下落。我跟你们去，周一起去。你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冲动。我们几个去就好了，一定能把小环平安的救回来。一定把小环给我带回来，一定带回来。周爷爷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余都不能没有人坐镇，您就好好在这待着就行了。我坐镇，坐镇。那你们赶紧去吧，赶紧去啊！去啊！好。找到了，在西北方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宗主，碧瑶留了一封信，说是跟秦无言去找玄火剑了。这孩子真是任性的可以。我去把他找回来。不必了，青龙和秦无言素有些交情，秦无言不敢对碧瑶怎么样。你把青龙找来，让他去保护便是。你信不过我，是因为我之前放走了张小凡。自然不是，还有另外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。笨蛋傻瓜，亏你还是什么青云弟子，学的什么仙法呀？人家1、2招就把你打成黑炭了。他的脸不会是破相了吧？难道真的是好人不偿命吗？我爷爷也是，老天爷真的好人不偿命啊！老天爷你怎么不长眼啊？别再叫了，我并没有杀他，我只是烫伤了他。给他点教训。真的啊？我杀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只不过是想要玄火剑而已。哎，白衣姐姐，我跟你打个商量呗，玄火剑你拿去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放你走？
孩儿，你带人来抓我吗？啊，不会不会，其实那个东西在我们手里也没什么用，都是焚香谷的人拿着它狐假虎威、横行霸道的。姐姐你这么漂亮又有气质，肯定是菩萨心肠。那个东西在姐姐手里，肯定比在他们手里好太多了。而且姐姐法术那么高强，早该前几日就从艳红手里拿走，顺便教训教训那个恶婆娘。闭嘴！你说了一路了，不烦吗？你要是嫌我烦，你就放我走呗。再说了，你带着我，飞又飞不久，跑又跑不快的，这万一要是李寻过来了，那玄火箭肯定又要被他抢走了。况且啊，我还听说好多人都想要这个玄火箭呢。你要再说话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嘴给堵上。那好吧。姐姐，你有喝的吗？我好渴呀。姐姐，你那么瘦，你肯定不爱吃饭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一顿饭不吃，我就饿得头晕眼花、肚子疼的。姐姐，我只要再不吃饭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你别啰嗦了，我到周围找找看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不许给我耍花样。你要是敢逃走，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姐姐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肯定逃不走的。小凡哥哥、叔叔，你们一定要赶紧来救我，不然我就要被烧成炭灰了。怎么样？算出你的宝贝孙女去哪儿了吗？你反正管不着，自家孙女的事不劳外人挂怀。是想保护曾叔叔了？跟小环一样，谁要是动叔叔和于都，我就跟谁拼命，也算是还魏老头一个人情吧。不用那么紧张。于都经此重挫，灵气早已今非昔比了。你是来找天地明石的吧？既然不关乎正邪之事，你干嘛打听我的来意啊？玄火箭，是你搞的鬼吧？
小环被劫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啊，不是我，你个老东西想到哪儿去了？你那个宝贝孙女啊，五行灵体，天赋异禀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等她回来，我还想收她为徒呢。我告诉你，小环是不会加入魔教的，你趁早离她远点。我还会为难一个小辈吗？唉，能不能当成师徒，就看我们有没有缘法了。活了这么久，你总该知道，这世间有些事早已天定，切不可做一些逆天之事啊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，保重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。这个地方我之前好像来过。当时你在避火天冰湖受伤的时候，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曾在这里歇过脚。是吗？啊，刚刚得到鬼先生的消息，让我在这儿接应少主和秦公子。二位请。你是谁？少主不认识我啊？哦，野狗是炼血堂的人，如今已归顺鬼王宗了。哦，走吧。碧瑶已将往事全部忘记，若因为你说错话再被想起来，鬼王定会治罪于你。这是小环留下的记号，说明他暂时没有危险，还指明了他们去的是西北方。和我推测的一样，既然方向没有错，赶快追吧。朝西北方向走，跨过这座山，就是大漠沙海了。应该没有魔教的据点才对。那个女贼到底是谁呀？雪琪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是啊，师姐，要不先找一个客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继续赶路吧。不必了，赶路吧。我特意准备了您爱喝的茶，还有桂花糕。哎，您尝尝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我也是听鬼先生以前说起过。哦，有心了。是你通知胡岐山，李寻带玄火箭来了于都。哦，之前鬼先生命我留在义庄，继续打探于都城里的消息。不过前2天，焚香谷的弟子燕红和张小凡他们起了争执，竟然把玄火箭给弄丢了。这么重要的法宝居然会弄丢，那现在可有下落？我听说，先是被周小环给拿去了，后来又被一个女贼盯上了，抢跑了，而且把小环一并掳走了。现在张小凡、曾叔叔还有李寻他们，已经往西北方向追去了。这个消息我已经回禀了胡岐山了。周小环、张小凡。啊，他们是青云弟子，处处与我们敌对。哦，那我们准备一下，马上去追吧。好。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也许是跟少主有缘吧。野狗长得不好看，自从炼血堂败落之后，就更像一个丧家之犬了，谁都瞧不起俺。承蒙少主看得起，
从此以后，野狗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快起来！多谢少主。我的属下谁敢看不起呀？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少主，你要小心秦无言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，姐姐？你拐我也没用啊，又不能撑进麦了。再说我又不会武功，这茫茫大漠，漫漫长夜的，这万一遇到歹徒，我还得给你拖后腿。万一遇到歹徒，你以为我会救你吗？姐姐不是坏人，自然不会见死不救啦。来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别乱想。姐姐，你真厉害，和我爷爷一样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。你跟你爷爷关系很好吗？是啊，我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娘，2、3岁时就跟着爷爷过着走南闯北的生活。唉，走了这么多天，爷爷找不到我，一定急死了。难怪，看你这么大大咧咧的样子，也不似千金大小姐。嗨，我哪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啊！我从小就跟着爷爷漂泊四方，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。我经常问爷爷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知道吗？爷爷每次都会跟我说，人这一生啊，要走很长的路。可是今天呢，又不知道明天的路，所以等到明天天亮了，自然就知道路在哪里了。这种颠沛流离、不处栖身的日子，小小年纪，你不会觉得苦，不会怨吗？我不觉得苦啊。虽然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可是我的爷爷很疼我的，他带我去过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经历过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还遇到过很多很多好玩的人呢。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以前有魏爷爷和爷爷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凡哥哥和曾叔叔，还有金瓶儿姐姐，他们都对我很好的。你倒是挺容易满足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大漠呢，能看到这么美的星空，吃到这么香的烤红薯，你说谁还能有我幸运啊？哎，对了，姐姐，你知道我还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有一次，我跟爷爷在树林里迷了路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只会跑的蘑菇，然后我就跟爷爷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给。桂花糕。这一路荒凉，我怕你会饿着，特意从义庄带了些出来。青龙大哥说，你跟他一起到总坛学功法的时候，你总是饿着，像饿死鬼一样。
总是吃不饱还偷吃。这个青龙，到底抖了我多少丑事啊？他就只有你一个兄弟吗？总是牵肠挂肚的，怕你在万毒门饿着。我拜入万毒门15年，从来就没吃饱过。第一个5年在毒蛇谷里度过，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孩，每天用我们的鲜血供毒物吞噬，以炼血骨。后来慢慢的，他们都死了，只剩下我还活着。第二个5年，师父送我去总坛练习功法，那里荒无人烟，可吃的寥寥。我那时个子小，其他人都看不起我，只有青龙把他的口粮分给我。那个傻大哥，青龙大哥才不傻呢，他是善良。你不也总是偷吃的给他吃吗？听说还差点被打死。我是因为他是青龙圣使，故意讨好他。你只是不想欠人人情吧？上一个欠的是毒神，所以就把一辈子还给他了。那最后那5年呢？最后那5年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有时候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身份。只是有些事情，哪怕是刻意忘掉，也不能够。该来的还是会来。怎么了？吓我一跳啊你！我好像听到碧瑶的金铃声了。啊？没有啊，幻听了吧？小凡，你是不是跟他断干净了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轻易离开呼吸山的吧？我们只是朋友而已。只是朋友？只是朋友。真的？有一次啊。周老爷子跟我和小环开玩笑，说这缘分啊，都是3生石上早就定好了的。也不知道上辈子是你欠他的，还是他欠你的，每一次都要舍命来还。不管是谁欠谁的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等找到小环，接到师父的消息，我就马上回京。姐姐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要不然你自个儿走吧。哎，继续走，留在这儿你会死。死我也走不动了，我没有修为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姐姐。歇会儿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姐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的故乡。故乡？
姐姐，你是妖怪吗？你看出来了？你不害怕？当然不害怕了，我和爷爷也认识不少妖怪的。我是活了几百年的妖，留你性命，是待我饿的时候吃了你。姐姐骗人，你的眼睛这么美，你一定不会吃我的。眼睛美，就不会吃人了？我跟爷爷算命看相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我也会看一些。那你说说，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？我看出姐姐心里有牵挂的人，你牵挂着那个人，所以你才经常神不守舍。你急着赶路，就是想快点回到他的身边。你很担心他，所以你才经常眉头紧锁。姐姐，你说我算的对不对？你这丫头。怎么回事啊？找不到记号了。这里风沙太大了，风把记号都掩盖了。小环应该是走到沙漠深处了。沙海茫茫的，简直是大海捞针。咱们还是御剑分头找吧。我往东，叔叔你往北，师姐你往西。我不去。雪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们还是一起走吧。师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这一路以来都不大对劲。雪琪，哎，小心啊！还不滚！滚！雪琪，穷寇莫追。雪琪，多谢几位大侠出手相救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我辈本分。啊，你们的人都没事吧？啊，人都没事，东西也没丢，真是多亏了几位大侠。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你们这手无寸铁的，既不会武功，也不会法术，为什么会走到这大漠里来？啊，我们几个同乡一起去中原购货，本想走这里啊，抄个近路，省点时间，早日返乡。可谁想到竟遇到马匪，若不是遇到几位少侠，就算侥幸逃命，可能这些货物也不保了。没了这些货物，我们几家老小可真是要去喝西北风了。
那现在你们没事了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哦，少侠留步。你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车里还有很多食物，留下来吃口东西，明日再走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呢就不打扰了。恩人，你看，走出这沙漠还需要好几日时间，吃些东西，喝些水，再走也来得及啊。对啊，不如休息一会儿吧。我看陆师姐气色不太好，可能是累了。好吧，那就有劳了。恩人，别客气。来，几位恩人。哎呀，只可惜只有水没有酒啊。客气了，有水就行。我们这行商在外，也没有什么上好的食物来款待几位客人，希望几位恩人不要见怪啊。谢谢。在下以水代酒，敬各位恩人一杯，感谢各位恩人的救命之恩。来。不好，这水里有毒。老大，没想到这些名门正派的弟子这么好骗，咱们演出戏，他们就上钩了。这帮人就喜欢自诩侠义，见不得别人有难，到最后还是自身难保。我看那帮修仙的弟子们也没有多大本事，不过是一帮心软的蠢货。师姐，雪琪，师姐。这伙人带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咱们这回赚着了。这东西虽多，可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。哎，喂，别碰我东西！这什么破玩意儿？烧火棍子吗？啊？切！走。原来还想好心帮个人呢，结果着了别人的道，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啊！当个好人怎么就那么难，那么难，那么难？别乱动，先保存体力，我们再想办法。雪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要不是你弄丢了玄火剑，咱们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啊！这一路上你说了100遍了，还不是你自己要跟来的？怕死的话，你回于都去啊！好了，别说了。
虽然有3个男的，不过还好，算是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她的血沙奎一定会喜欢的。一会儿就带你们去见沙奎。我不要，我不去。我呸！吓唬谁呢？什么沙奎？我根本不信。你连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，你拿什么救他？有胆子你把我放开，咱俩试试。光会耍阴谋诡计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我劝你还是别太生气了，火气太重，血不好喝，沙奎会生气的。你们有什么条件，尽可以提。对，他有的是钱。对，我师父是焚香谷谷主云逸兰，你大可以写封信给他。钱嘛，有的是。叫你师父来干嘛？叫他过来杀我们吗？喂，我们可是青云门的弟子，你把我们给杀了，师门自然会派人来寻仇。萍水相逢，何必结下仇怨呢？这样，你把钱财都拿了，放了我们。这小子看着呆呆的，说话倒是挺有条理，我差点让你给说动了。不过我们兄弟纵横大漠这么多年，对于你们这帮修仙的门派，也是从来都没有怕过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是妖？我们可不是妖。不过在很多年前，我们和沙海中的一只妖联手，每逢月半之夜，它就会分泌出大量的妖血供我们兄弟们食用。喝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变得肌肤石化，刀枪不入。那你们为他做什么？我们替他找年轻漂亮的女孩，供他吸血食用。师姐，你别担心。好，你有种，那就先送你们2个人去喂沙奎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2个带下去，送去沙奎洞。这2个先留着。是。要这儿抓我，你放开他们！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走！师姐，走啊！师姐，我已经在运功把毒素逼出来了，很快就可以恢复功力了。坚持住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那边。要不是你们冒冒失失救人，咱们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赶紧想个办法！我可不想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你想死是吧？你再大声点，再大声点！你把马贼招进来，咱俩死得更快。哎，陆师妹，不会真的被喂了沙葵了吧？你怎么这么乌鸦嘴呢？我们青云功法盖世，怎么还会收拾不了几个马贼呢？小凡，他肯定有办法保护师妹的。你对陆师妹一往情深，陆师妹对你可不怎么上心。李玄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？你有时间想这个，你不如想想让咱们俩怎么快点脱身。进来看一看喽！嘿，来，都来看一看，都来看一看啊！卖货了，卖货了！上好的杂货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一应俱全。哎，来看一看吧。哎，来看一看啊！小子，过来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拿过来我瞅瞅。走。啊，尽管看。哎，什么东西这是？花里胡哨的。哦，这是香粉，特别香。什么破玩意儿这是？哎，浪费了，我这还怎么卖呀？你这，走开，别去！你干什么？大爷，我就是一卖货的。
各种胭脂香粉，还有宝物，哎，都是从……有病啊！你看看我们一群单身汉，有像涂胭脂抹粉的人吗？您用不上，您家里的女眷能用上啊！你买一些回去放在家里，夫人看了肯定喜笑颜开。去！滚！大爷，您要什么我这都有。我要你的命！滚！走吧。啊，好，你喊一声不就行了吗？你真蠢还是假蠢啊？听声音他就一个人，我要喊一声的话他就死了，只能想办法引起他的注意，说不定他还能找别人过来一起救咱们呢。一个卖货郎救咱们，听天由命吧。兄弟，救命啊！外面都是马贼，救命！啊！快走！哎，兄弟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袋子。哪儿去了？快点！哎，找到了！快点吃！这是什么？解药啊！真的假的？你管它真的假的，总比为了杀魁强吧？哎，你们好了没有？马贼来了就走不了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吃过了解药，加上我们的法力，恢复的应该很快。李轩，把东西收一下。李轩，你去点一把火，把马贼引开，然后我们趁机逃走。快去啊！哦。丢下我！不要！娘，雪琪，娘，雪琪，雪琪，雪琪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，放开
眼睛看前方。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吃我！救命！不要吃我！既然他们遗弃了你，从此往后便断绝俗世尘缘，在青云门专心致志，一心学艺。遗弃了你，遗弃了你，遗弃了你，遗弃了你。小凡，你怎么样？师姐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吗？不要逞强。雪琪，你怎么了？小凡，你没事吧？这里日头毒，我们应该先找个阴凉的地方去毒疗伤才是啊。你是？哦，在下金刚门弟子石头。少侠饶命！少侠饶命！留个马贼做什么呀？咱们的干粮和水都不多了，留着它或许有用。我们在这荒漠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玄火剑？先别急，玄火剑不知被何人盗走。张小凡在前面追，多半是有办法感知到玄火剑的动向。我们只要跟着他们的踪迹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即可。可沙漠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而且他们有4个人，如果真交手起来的话，我们也不一定是对手。我有一个办法。师姐，叔叔已经去找水了。
不久就能回来，你再忍耐一下。我休息一下便好。你也受伤了，不可大意。哎，你们不是青云弟子吗？为何不御剑啊？御剑本就耗损内力，更何况马贼下的药还没有退。我们体力不济，飞不到哪里去。如果这个时候水和食物都没有了，再碰上敌人，可就更危险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就剩这点了，你有伤，先吃点垫垫。师姐，你先吃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石头，你不是金刚门的弟子吗？怎么当起货郎来了？师父让我入世修行，下山之后啊，遇到妖孽成凶，便斩妖除魔，不要银钱，只要管一口饱饭就行了。若是没有妖魔可除，便卖些小货物，赚点饭钱糊口。游历天下，行善积德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我可没你说的这么好。其实我来塞外是来找我娘的。在我6岁的时候，我娘便失踪了。我爹因为太思念我娘，所以几年后也病逝了。我变成了孤儿，是师父大力尊者收留了我，让我在金刚门修习功法。学成之后，师父准我下山，我便想着到娘的故乡去看看。爹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就是在这片大漠中遇到我娘的。我想有机会可以见到她。一定可以找到你娘的。可是，这茫茫大漠，真的有人居住吗？当然了。传说在这沙漠的深处有一处世外桃源，跟随着一处叫满月井的水源，游移不定。满月井？据说满月井的位置会跟着沙海移动，而这个世外桃源也会随之迁移，难以固定其踪迹。其实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他的，没曾想却阴差阳错的遇到了曾叔叔他们。那个人看起来并不像是你们的朋友啊。他是焚香谷的，也算是同道，不过算不上朋友。我原以为你们正道3大门派之间彼此师兄师弟叫着，关系很亲厚呢，没想到也不和睦啊。性情不同，就算都是同道，也会有疏远。我常听师父讲，青云门乃当今天下第一正道修真大派，我可是仰望的很呢。没想到今日可以结识张兄弟你们，真是荣幸。以前在师门，师父常说我饭量大，一口气能吃5碗饭，下山肯定会挨饿的。没想到今日果然被他说中了。我在青云门打珠峰的时候，是负责做饭的。师父和师姐常常说我独有天分，没想到今天却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。幸好有个蛋，烤来吃。哎，我的蛋！嘿。
张小凡，凭什么呀？小辉喜欢你也就算了，凭什么连我的蛋也喜欢你啊？前面好像有人喊救命！救命啊！去看看。慢着，上次就是因为咱们冒冒失失救人，结果差点被马贼害死。救命啊！这回说不定又是陷阱。如果贸然过去的话，只怕还有危险。咱们可是正道弟子，遇到有人落难，应该义不容辞，挺身而出，宁可错救1万，不能放弃一个。我同意石头的话，要不是石头的话，我们还被困在马贼帐篷里呢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熟悉前面情况，贸然过去，只怕还是有危险。再危险也是一条性命，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去救人。好。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没事吧？不。你是什么人？哦，在下星落明野，在这沙海中讨生活，充当向导。刚刚送走了一个商队，回来的路上不小心陷到了沙海之中。多亏几位出手相助，多谢多谢。你说你是向导，那你认识路吗？你们要去哪儿？哎，我们要去找一个叫满月井的水源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。我也是在找水源。据我所知，在这西边有个小池镇，应该就在那附近吧。有个镇子？真的假的？那你带我们去吧。好。哎，虽然我们救了他，可是不清楚他的来历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我也未轻信他，只是咱们没了食物和水，又迷失了方向，撑不了多久了。再说雪琪受伤未愈，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休养生息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他就一个人，就算出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能解决。你也渴了，一会儿到了小池镇，就有水给你喝了，忍一忍啊。哎，雪琪，你居然会笑啊！你再笑一个呗。这边走。那既然他们也是抢夺玄火剑的敌人，我们为何不伺机出手，暗中将他们除了？
青云弟子表里不一，诡计多端，而且这几个都是青云年轻弟子中的佼佼者，功法不凡。我们不宜打草惊蛇，不如谋定而后动。青云弟子中的佼佼者，张小凡是什么人呢？那张小凡是那伙人的头，也是最为奸诈狡猾的一个。他曾假装对鬼王宗没有敌意，最后去挟持你，让你受伤，差点性命不保。真的吗？我为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啊？许是那些记忆伤你伤得太深，你才会忘了吧？等回到了呼七山，你可以问你爹。此番你爹派我来夺玄火剑，你非要跟来，若有什么闪失，我可担待不起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我这香气好熟悉啊！这个镇子身处荒漠，可却这么生机盎然的。我想这里不是有地下水，就一定是有雪山上的水源。咱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找个地方喝水吧，我都渴死了。我也渴死了。前面有个客栈，可以落脚。走。吃好了吗？慢点走啊，常来啊。我来吧。老板，我们要4间房。啊，小店啊，房不多，方才先进来的2位客官占了2间，这位姑娘住1间，那还剩1间。要委屈3位住通铺了。没问题，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多谢老板娘。镇上的人啊，都唤我3娘，你们也可以这样称呼。哎，老板娘，再来一壶。哎，好嘞。慢些喝啊，别呛着。我去给你们加水啊。哎呀，几天没洗澡了，浑身都不舒服。我去换身衣服。知道，你陪我一起去。我还没喝完呢，等会儿再喝。哦，好，走。哎，那2位呢？哦，他们去方便了。啊，水正烧着呢。2位可以先尝酒。可以解乏的。这酒真香啊！不知道老板娘用什么果子酿的？就是一些普通的浆果，不过
我们小池镇因一泉神水而存在，神水终年不枯，养育了镇上的人。公子喝的这个果酒，就是用神水酿造的。味道果然甘甜，不同寻常。公子喜欢就好。啊，那二位先在这歇息片刻，我去看看水烧开了没有啊。多喝点啊。师姐，这个三娘看起来不像坏人，不用担心。你刚才绝口不提小环跟玄火剑之事，不也在提防吗？先去搞清楚这里的状况，我们再去找小环的下落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这里的气息很古怪，很像我娘以前在胡岐山种的一种花。哦，对了，是蝴蝶花。蝴蝶花极易生长，又可解毒止痛，很是常见。沙地荒芜的地方有，就连毒蛇谷也有，不足为奇。也许是我多想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哎，碧瑶。我还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，不如我先进去探探虚实，你留在这里等我。也好，那我就在那里等你。好。石头，别喝了，你喝太多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当年我娘给我爹酿的酒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没错，这里就是娘的故乡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客栈内外都看过了，没有什么异常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也不知道小环怎么样了。你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不太像是有玄火剑的迹象，小环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号。看来我们得先去周边找一找了，希望能有线索。这茫茫大漠上哪儿去找啊？这里突然有一个这么富饶的村庄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